如果那一天新竹的林先生肯定女儿的话去打流感疫苗，或许他就不用在初冬的雨夜被紧急送进医院了。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林先生68岁，身体一向硬朗，每天早上还会去公园晨运。他喜欢和朋友下棋、泡茶、聊天，走路健步如飞，从来不觉得自己会生什么大病。他总是摆摆手说：“流感不就是感冒吗？我身体好得很，不需要打什么针。那些东西都是药厂要赚钱了。”女儿每年都劝他去打疫苗，但他总是找理由推脱，太忙了，没时间，不需要了。但就在去年11月的某个晚上，他开始发烧。第一天，他以为只是普通感冒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第二天，烧到39度，全身肌肉酸痛到无法起床，连翻个身都觉得痛苦。第三天深夜，他的呼吸开始变得困难，每一口气都像在拉风箱，胸口像被大石头压住。女儿吓坏了，赶紧叫救护车。到了医院，急诊医师的诊断，结果让全家人心都凉了。流感并发重症肺炎，林先生在加护病房住了2个星期，差一点就回不来了。你可能会问，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，真的有必要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决定你和你家人这个冬天的命运。如果你跳过这支影片，你可能会错过保护自己最亲爱的人的机会。在我们深入探讨之前，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接收我们提供的最佳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关注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个1，如果没有，请打0，让我知道你从哪里收看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也欢迎留言提出你可能有的任何问题。要了解为什么流感比你想象的危险得多，让我们听听一位每个冬天都见过数百个类似案例的人的解释。我是陈德明，台北市立医院感染科主治医师，从事传染病防治工作已经超过30年了。在我的诊间里，每一年我都会遇到同一个敌人，一个会变脸、改名但从未消失的病毒——流感病毒。这30多年来，我看过太多案例，有些是像林先生这样原本健康的中年人，有些是抵抗力较弱的老人家，也有一些是年轻的父母，他们以为自己身强体壮，结果却因为轻忽而付出惨痛的代价。每年流感季节一到，我的诊间就像战场，病床永远不够，医护人员日夜轮班，救护车的警铃声此起彼落。有些病人及时就一捡回一条命，有些人因为拖延，最后只能在加护病房里与死神搏斗。这些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我一件事，很多人对流感的认识实在是太少了，他们把它当成普通感冒，觉得多喝水、多休息就会好，结果错失了最佳的预防时机，等到病情恶化，往往为时已晚。今天，我想用我30年的经验，告诉你关于流感和流感疫苗的真相。这些知识可能会改变你对这个小病的看法，也可能救你一命。首先，我要打破你的第一个迷思，流感绝对不是感冒。很多人会说，不就是感冒吗？多喝水，多休息就好了。但我要告诉你，这个想法可能会要你的命。让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告诉你两者的差别。普通感冒是由鼻病毒等多种病毒引起的，它会让你流鼻水、打喷嚏、喉咙痛几天，症状比较轻微，通常1个星期左右就会自己好。你不太舒服，但顶多请个假，在家休息，看看电视，喝喝热汤，过几天就能上班上学了。但流感呢，它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感染，它会让你突然发烧到40度，全身肌肉酸痛得像被车撞过一样，骨头都在痛，头痛欲裂，完全无法起床。光是躺在床上都觉得痛苦，更别说下床走动了。而且这种痛苦可能会持续
1到2个星期。更可怕的是，流感可能引发严重的并发症，肺炎、脑炎、心肌炎、中耳炎，老人家和小朋友尤其危险，可能因此住进加护病房，甚至失去生命。你知道吗？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，在短短2年内就夺走了全球5000万到1亿人的生命，那个数字比第1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还要多得多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这是写在历史课本上的教训。我常用一个比喻，如果说感冒是个小偷，偷偷摸摸进来拿走你至今的舒适感，那么流感就是一支军队大举入侵你的身体，破坏你的防御系统，让你的呼吸系统、免疫系统，甚至心脏和大脑都一个接一个受到攻击。在我的诊间里，每年冬天都会有人跟我说：“陈医师，我以为只是感冒，所以没有在意，想说多喝水就会好。”然后呢？然后他们就躺在病床上，插着氧气管，挂着点滴，后悔莫及。根据疾管署的统计，台湾每年因为流感并发重症的案例超过1000例，其中约有10%会死亡。这不是冰冷的数字，这些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，都是原本可以避免的悲剧。所以请记住，当你觉得只是感冒的时候，可能正是流感发动最猛烈攻击的时刻。不要轻忽它，因为它比你想象的危险太多太多了。现在让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们需要每年都打流感疫苗。答案很简单，因为流感病毒是个会变脸的怪物。在医学上，我们把这个现象叫做抗原漂移和抗原转变，听起来很复杂，对不对？让我用你能理解的方式解释。首先是抗原漂移，英文叫 antigenic drift。想象一下，流感病毒就像一个通缉犯，每年都会改变外貌，换个发型，换件衣服，戴个眼镜，留个胡子。表面上看起来不一样了，但本质还是同一个坏人。这就是为什么去年的疫苗今年可能不管用，因为病毒已经换了一身新装，你的免疫系统认不出它来了。就好比你拿着去年的药质，怎么可能打开今年换了锁的门呢？警察拿着旧的通缉照片，怎么抓得到整过容的罪犯？但更可怕的是抗原转变，英文叫 antigenic shift， 这是一个更大规模的改变。当人类的流感病毒和禽流感病毒、猪流感病毒在某个宿主体内相遇时，它们可能会交换基因，重新组合，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病毒株。这就像2个不同种族的怪物结婚，生出一个更强大、更难对付、人类免疫系统完全不认识的混血后代。29年的 H1N1 新型流感就是这样诞生的，它结合了猪、禽、鸟、人类3种流感病毒的基因片段，变成了一个全球大流行的病毒株，在短短几个月内传遍全世界，造成数十万人死亡。我记得那一年，医院里的情况简直像打仗，病床爆满，医疗资源严重不足，医护人员累到快要倒下。很多年轻人以为自己身体好，不会有事，结果却是最容易受到新型病毒攻击的族群。他们的免疫系统太强了，反而引发过度的免疫反应，造成更严重的伤害。所以你看，流感病毒不只是会变装，它还会进化、会突变、会重组。每一年，它都可能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出现，让人类措手不及。这就是为什么每年打流感疫苗不是多此一举，而是在更新你免疫系统的敌人资料库。如果你用去年的防御方式来对抗今年的病毒，就等于拿着旧地图去找新地址，拿着去年的武器去打今年的敌人，怎么可能打得赢？疫苗就是帮你的身体更新最新版本的病毒通缉令，让你的免疫系统认得今年的敌人长什么样子，提前做好准备。
你可能会好奇，既然病毒每年都在变，科学家怎么知道要做什么样的疫苗呢？他们有水晶球可以预测未来吗？当然没有，但这背后是一场全球科学家与病毒的惊险赛跑。每年2月，世界卫生组织 WHO 会召开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，在这个会议上，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，超过140个流感监测站会提供他们收集到的病毒样本数据。这些监测站遍布世界各地，从北极到南极，从美洲到亚洲，日日夜夜在监控着流感病毒的动态。他们像侦探一样追踪住病毒的足迹，记录住它的每一次变化。科学家们会分析这些庞大的数据，研究病毒的基因序列，预测接下来的冬天哪些病毒株最有可能在北半球或南半球流行。然后他们会投票决定今年的流感疫苗配方应该包含哪些病毒株。这就像一场情报战，一场人类与病毒的谍对谍。我们的间谍遍布全球，时时刻刻监控住敌人的动向，分析着敌人的策略，提前预测他们的下一步行动。决定了配方之后，就是生产疫苗的过程。你知道吗？大部分的流感疫苗是用鸡蛋制造的，没错，就是我们平常吃的鸡蛋，但不是普通的鸡蛋，而是受精的鸡蛋。全球每年需要数亿颗受精鸡蛋来生产疫苗。科学家会把病毒注入这些鸡蛋里，让病毒在鸡蛋里面繁殖生长，等病毒长到一定数量后，再把它们提取出来，经过纯化、灭活、分装等一系列复杂的程序，最后才制成我们在诊所打的疫苗。整个过程需要6到8个月的时间，从2月决定配方，到9月、10月疫苗开始供应。这中间有无数的科学家、生物技术人员、品质管制人员在日以继夜的工作。当你坐在家里喝下午茶、追剧、滑手机的时候，全世界有成千上万的人正在与时间赛跑，为了保护你的冬天而努力。这不是夸张，这是事实。每一支疫苗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，从病毒监测、配方决定、生产制造，到品质检验、冷链运送、配送到诊所，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精密的技术和严格的管控。你打的那一针背后是全球科学界的共同努力，是无数人日夜奋战的成果。这是一份你收到的礼物，一份你不需要完全理解它有多么复杂，但应该珍惜和使用的礼物。现在让我告诉你最重要的一个真相，这个真相可能会彻底改变你对打疫苗这件事的看法。我记得很清楚，有一位35岁的母亲，她叫美玲，她是个尽责的妈妈，每天忙着照顾家庭，接送小孩上下学，准备3餐。她的儿子小雨从学校回来那天，只是轻微咳嗽、流鼻水，看起来就像普通的感冒。美玲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，让他多喝水、多休息就好。但几天后，美玲自己开始发高烧，一开始她也以为只是感冒，想说多喝水、吃个感冒药就会好。她还是继续煮饭、洗衣服、照顾孩子，因为她觉得妈妈不能倒下来。结果她的病情急转直下，烧到40度不退，呼吸越来越困难，整个人虚弱到站不起来。家人吓坏了，赶紧叫救护车。到医院一检查，是流感并发重症肺炎，直接送进加护病房。他的儿子小雨只是轻症，咳嗽流鼻水，几天就好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在学校打了流感疫苗，身体有了抵抗力，但美玲没有打。他以为自己身体好，不需要，而且他太忙了，总是把家人的健康放在第一位，忽略了自己。结果呢，他在加护病房住了10天，差点失去生命。他的儿子差点失去妈妈，整个家庭差点破碎。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，打疫苗不只是保护你自己，
更是保护你身边最亲爱的人。在医学上，我们有一个概念叫做群体免疫，也叫集体保护力。什么意思呢？想象你的身体是一道防火墙，当你打了疫苗，病毒就无法在你体内生长繁殖、大量复制。这样一来，你不仅保护了自己，也切断了病毒传播给别人的途径。你不会成为病毒的带源者，不会把病毒传染给你的家人、同事、朋友。如果社区里有足够多的人打了疫苗，形成一道保护网，病毒就很难在人群中传播开来。那些无法打疫苗的人，比如刚出生还太小的婴儿，正在接受化疗的癌症患者，器官移植后需要吃免疫抑制剂的病人，对疫苗成分过敏的人，他们就能接受到保护。这就是为什么打疫苗是一种社会责任，是一种对家人、对邻居、对整个社区的爱的表现。但我知道很多人对疫苗还是有疑虑，让我破解3个最常见的迷思。第一，打疫苗会得流感，这是完全错误的观念。疫苗里的病毒已经被杀死或大幅减毒了，它只是一张病毒的照片，一个通缉令，让你的免疫系统认识它、记住它，根本不会让你生病。有些人打完疫苗后会有轻微的手臂酸痛、疲倦感，那是你的免疫系统在工作、在学习，不是得了流感。第二，打太多疫苗会让免疫系统变弱，这也是错的。打疫苗就像更新你电脑的防毒软体，不会让你的电脑变慢或变弱，只会让它更安全，更能对抗新的病毒威胁。第三，我身体好，不需要打疫苗，这是最危险的想法。身体好的人确实比较不容易得重症，但你可能会成为病毒的隐形带源者，在没有症状或症状很轻的情况下，把病毒传给家里的老人和小孩。保护自己就是保护爸妈，保护孩子，保护孙子。如果你也想守护家人的健康，请在留言区留下9，让我总结今天告诉你的4个生死攸关的秘密。第一，流感不是感冒，它是一种可能致命的急性传染病，每年在全球夺走数十万人的生命，不要再把它当成小病看待。第二，流感病毒会不断变脸、进化、重组，去年的疫苗保护不了你今年，所以每年都需要重新接种，更新你身体的防御系统。第三，疫苗的背后是全球科学家的努力，从监测、预测、生产到配送，每一个环节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，我们应该珍惜这个成果。第四，疫苗是家庭的安全网，它不只保护你自己，更保护那些你最爱、最在乎的人。打疫苗是爱的行动。我用一个比喻来结束今天的分享。安全带不能让你避免车祸发生，但它能让你在撞击发生后活下来，大大降低受伤和死亡的风险。疫苗也是一样，它不能100%保证你不会得流感，但它能大大降低你得重症和死亡的机会，也能降低你传染给别人的风险。更重要的是，它能保护那些你在乎的人，那些你爱的人。今年的流感季节又要来了，如果你还没有打疫苗，请尽快去打。如果你的家人，特别是老人家和小朋友还没打，请提醒他们，陪伴他们去打。健康是我们能给家人最温柔的礼物。请帮我们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家中的长辈、你的朋友、你的同事，让更多人知道流感的真相，让更多家庭在这个冬天平安健康，不要再有遗憾。我是陈德明医师，谢谢你耐心看完这支影片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。保重身体，平安喜乐。